喺揀邊間 U 之前，我已經揀好要住喺呢度 Uni Residence。坐擁20分鐘大學圈，一瞬間就可以抵達6間頂尖學府。港鐵東鐵線屯馬線交匯，雙鐵樞紐嘅優勢，幫助我聯繫更多人同機遇。呢度周圍都充滿大自然氣息，我可以去附近行下山，呼吸下新鮮嘅空氣。走出項目，單車徑就喺眼前，出門方便又快捷。大型生活配套齊全，無論想要文化體驗、做運動定係購物娛樂，都應有盡有。沿東鐵線向北，更加可以直達深圳，生活自然更多姿多彩。項目外形嘅設計以單車為靈感，糅合現代建築。室內空間由國際知名設計團隊 Conran and Partners 匠心主理。喺大堂同會所嘅細緻質感之中，我可以好好咁 refresh 一下，沉醉喺寫意嘅氣氛入面。朝早起身又可以去 gym， 每日都煥然一新。Uni Residence， 雙鐵核心，看見未來。